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初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内政部推动全台湾合作中正路甲吉国路的爱改路名，这个代志出来是引起大家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昨昏讲，改路名甲气度雕像是落实转型正义。不过，大家意见若是无共款，会听候中央、地方甲在地居民，大家有共识了后，才来推动。台南市汤德庄大道路牌顶，会当看到加决号的原中正路。根据台南市民政局资料统计，台南市拢总有15条中正路，沿路的住户有12983户，差不多24328人。面对内政部有意搁推动全国中正路改名，市民是安尼想。会有影响，就不方便啊，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叫中正路了。阮得固定一家中正路固定啊，要改住所。市长是有说以影响最小的区域，当然去了解一下他们住户的意愿。台北市树林区原来有中正路，若要改路名，爱建筑物所有权人1/5以上人数，意见调查嘛要有4/3以上同意，才经审议通过办理。桃园需要建物所有权人超过1/5人数办理意见调查，超过2/3同意才核定。道路改名，民众爱换身份证，包括门牌、房屋所有权证，也甲路牌，拢都爱改。赞成就可以改了，因为他想去掉两蒋时代的那种，很多都是他们家的名字的。历史本来就是应该要留下一个痕迹，为什么要改？根据行政院统计资料，全台湾中正街路项，台南市41位，全台湾的冠军；高雄市32位，桃园市31位。统计全台湾拢总有311位。若是全台湾介绍街路项有29位，建国街路项是有9位。对于内政部要改名，台南市长吴伟铁表明不一定一概都爱改好，不过希望达成转型正义。台南市长罗秀燕讲，中央劳民伤财，强烈反对。我只有一句话，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我再讲一遍，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如果有困扰的话，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我们再来推动。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转型正义是人权问题，袂当讲有钱则做，无钱就卖做的态度。不过安怎得到中央、地方甲居民3方面的共识，恐惊爱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天气愈来愈热，提醒民众若是去耍水，都要特别注意安全。顶礼拜5，密西阁有一个游客去绿岛耍水了后，煞是失踪。因阿兄是随便来台湾要来找人，而且佫摕5万块的奖金、美金要来做赏金，希望大家会当斗3工。目前研判这个游客有可能去海流流去日本Okinawa的方向，或者是附近的海峡。摕手机互大家看内面的相片。这位23岁墨西哥的查甫人迪埃戈，顶礼拜5甲2个外籍朋友最近去绿岛的大白山海沙堡耍水，敢若是互海流卷去，到即嘛抑阁找无人。All the people that know him say that he's a great guy. We are all very sad to hear this news. He loved outdoors. 伊大兄知影消息，是赶来台湾，打算今仔日一早起就坐船去绿岛，讲到因小弟伊就把苦红。怎么研判第一个有可能互海流走去日本的 Okinawa 或者是其他周边海峡，希望大家斗3工。This is Green Island. We believe he's around here or to the north of Taiwan, right down of Okinawa Island. We are all very sad. I'm trying to be strong for my parents. My mother is devastated. 伊的亲友也上网发文，铺第一个的相片，伊的皮肤是深土棕色，头毛是乌色，短短光光，身躯顶有赤身，也提供5万美金做找人的赏金，希望伊赶紧回来。Snorkeling by ourselves. There was no coach. Like there is no mention anywhere that you cannot do snorkeling.Without a coach. 虽然这个所在是合法的耍水的区域，不过依然有风险。海巡提醒讲，伫咧河边活动，只要挖到水，就要提高警觉。无论是体满流，或者是水内面的海流变化，拢有危险性，一定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南部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可能会落雨，尤其是透早南部的雨会较粗。昨昏规工一直到今仔日透早6点10分为止，高雄的美浓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180毫米。咱来看分图。
为云图内底，咱会当看到有一波锋面伫咧华南地区，今仔日就会到咱台湾。日时锋面会影响各地天气，整体差不多拢会落雨，尤其是西半部甲山区，过昼都要特别注意。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连江县发布大雨的特报，金门甲马祖嘛会开始落雨。若温度的方面，日时因为落雨，各地温度有小可降低，不过要是不了后热，温度差不多伫咧29度至31度。为今仔日开始，全台湾基本上是拢会落雨，而且这雨会落到拜六。另外，因为太阳表面的活动造成地质扰动是真明显，气象署发布强度的等级主播特报，按说会影响台湾51点钟，通讯甲电力设施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对拜二开始受到方面影响，各地拢会熊熊闪雨，而且雨会来到足急足大的程度。气象署预估会一路落到拜六。明天晚上的时候，雨势依旧还是比较明显，尤其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或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至于在后面的天气的话，从礼拜3开始，因为还是受到滞留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的雨还是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说各地都还是比较容易下雨，尤其东半部的地区下雨的几率相对比西半部高。另外，气象署拜二也发布主报特报，预估这波效应会持续51点钟，而且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主报的等级，到时会对台湾的电力设备造成真大影响。我们还是有直飞，像是美国一些城市的一个班机，这些飞机飞到高纬度的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留意这个高频无线电波通讯可能会受到干扰。目前，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调高我们通讯的频率。气象署提起主报效应，这段时间可能会造成通讯、导航、太空飞行设备出现偏差的状况，影响的范围真大。部分的保护装置可能需要进行电压的修正。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我来看这意外的消息。高雄初日早起上大雨，毋但造成积水，落雨天因为视线歹嘛传出车祸。大寮道发生2件，其中一台是电压出去去弄到安全岛，规台车全安尼并车；然后另外一件是去弄到路边的4台车。加在这2件意外，人是拢轻伤。初日早起8点外，大寮区的方便二路车辆真多，一台驶对屏东方向的白色轿车，疑似因为落雨天路面积水触冷，规台车都安尼弄对安全岛来，路尾四连翘上天，并伫咧安全岛。另外，晚到时间伫大寮的拍铁街，有一台黑色轿车，疑似嘛是受到落雨影响，规台车驶对路边去，弄到4台车。上头前的这台白色轿车已经互弄入去边仔金州园去。林环分局表示，2件事故拢总造成8台车受损，驾驶拢无接手，加在人拢敢若轻伤。详细肇事原因有待鉴定。林园分局提醒：近日天气不佳，驾驶人行车时应注意路面状况，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与适当车速，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那大寮有车祸伫公山的德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水利局的污水工程当时时间当规暂时先将砍伫路边的铁棒刷走。这台黑色轿车原底要入去时间区的保养场，驾驶无细致，甲车驶入去窟窿底，加在人无啥要紧。经现场施工人员通报冈山分局到现场做笔录，还有联系吊车，已经将车辆吊起。所幸车辆驾驶人没有受伤。高雄气象站表示，初日暗时到初3日时，高雄也是有雨的天气，提醒民众落雨天视线无好，无论骑车驶车，拢爱速度放慢，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郭亚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附近人去互一只乌托邦弄着，对方跋倒受伤，然伊是无啥要紧，因为赶时间转身离开。落尾笑这个甲伊弄着的人，去告伊过失伤害，吊诉多约。即马判决出来啊，发生车祸的责任，甲伊弄着的这个人爱打。不过地方法院认为讲，车祸的时阵对方受伤，伊所做伊走，要是以吊诉多约，甲伊判6个月。提醒民众，若是发生车祸，要是爱报案处理，唔通直接离开。来看中国时报，总统府全社会防卫准绳委员会委员廖英熙，伊成立全民国防教育协会，举办校园射击的比赛。透过教育部发函予苗栗的高中职，邀请学生来参与。不过是去互家长检举讲，批评这个活动未输就是乌心学院的高中班。针对这点，伊讲这是为了要强化国防教育。
不过，伊也佫讲，这协会去校园办射击的比赛，甲伊无关系。过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天初审完成地方制度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明定民选的地方首长防停职的期间未发薪水，互看作是高方案条款。来关心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劳动部讲，向无薪假的事业单位，即届是有20间，有827个人，因为大部分拢是集中伫咧制造业。另外，劳动基金绩效嘛受到冲击，为1月份至4月份是了1990亿，尤其是4月份到了1300多亿。劳动部讲，虽然5月份的市场比4月份较好，不过汇率的变动真大，会连带影响收益。美国总统川普推出高关税政策，各界关心对着产业的影响。劳动部初日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显示有155间事业单位实施无薪假，人数超过2800人。其中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有20间，人数827人，主要集中伫制造业。有一间高企业公司因为产品主要是外销欧美，受到严重的冲击，头一摆实施无薪假。有一家是机械设备制造业，他通报了140人。那这家公司主要做的是减速机轮的齿轮，首次通报要实施减班休息。希望政府能够协助企业做税务的减免，比如说所得税，或者是货物税的印花税的减免。对着无薪假，工商界希望政府会使伸出援手，甲企业斗3工渡过这难关，也是帮助劳工。不过，关税因素也冲击到劳动基金的投资绩效。劳动部指出，劳动基金1月到4月投资绩效原本1月要赚上1000亿，不过对2月开始连续3个月拢了钱，4个月算来大约了1990亿。金融市场都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跟美国关税贸易政策的影响，应该是说不是只有台股啦，科技类的包括台股或者是像费城半导体这指数，它的跌幅都比较大，都有超过双位数哈。劳动部讲，虽然金融市场甲4月比较已经起一寡起来，不过观察会期5月台票升达2块以上，变动真大，有股汇兑的影响到国外收益的计算，而且影响也未少。不过长期来看，汇率也是回归平均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药厂大正制药最近公告讲，因有17种的药啊，为7月初1开始要起10块至40块，包括百宝灵感冒药啊，卖起价。新冠疫情相关，未少症状较轻的民众，拢会到药局买指示用药应对症状。日本有名的大厂大正制药发出公告，17种药品自7月初1开始，通路贩卖价会调降10至40块。是，所以它这波涨幅的话，大概我看大概就是7%到20%中间。那当然涨20%那个其实它是用量比较少的。那有些厂商你要维持市场的一个供应，可是要维持成本，那量少的话，有时候涨幅是大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台湾大正制药的调价通知，起价的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年的原物料运输甲制作成本一直升悬。上条看的百宝灵、感冒粒、感冒定、感冒加无讲，至少糖浆拢伫入，其中幅度较悬的分别是百宝灵感冒粒26包430块变做460块，胃肠药粒26包400块变做430块，也佫有眼用制药为200块调到240块。起号大概20%。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吧，毕竟是开销啊，本来可以省一点钱啊，快涨价了就要多花一点钱啊。因为全部的物价都涨，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消费性的东西，一定都是会要花更多的钱，无形中的负担。家庭伤鼻药一波一波起，也有今年初开第1枪普拿疼服务系列感冒加强定、木叶等等7款11种，起号大约伫5至6%。另外，保利达药酒也为去年80块调整到今年90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新冠疫情是当咧滚价，疾管署按算高峰期会伫咧6月底至7月初即卡刀，而且会延续1个月。外界都咧烦恼讲，快筛试剂甲抗病毒的药啊，敢是有够咧？卫福部就医术团体讨论了后，决定增加家用快筛的产能，一礼拜出货会当增加45000支。
另外嘛，鼓励基层的诊所会当倒做疫苗、倒做快筛、开抗病毒的药啊，来落实分级医疗。 护理节连假结束，开工日第一日，病院的约入真侪挂号看病人。现在疫情又升温了，就怕说是不是又新冠了？会担心说这种疫情升温吗？我当然很担心了，你看我口罩我都加一层。 为了影响新冠疫情升悬，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医区也特别加开新冠特别门诊。医师表示，下到门诊才看诊半点钟，就已经有4、5个新冠快筛阳性确诊个案，而且唔那是有中者感染，也有少年人确诊。 刚有一个年轻一点的个案，他是因为那个嗅觉跟味觉丧失的情况，他就觉得不对劲，他就有做这个快筛。面对疫情升悬，外界烦恼新冠家用快筛试剂加抗病毒药物敢是准备充足。卫福部第7日下到邀请医师工会专联会等5大医师团体召开会议研商，国际希望鼓励基层诊所导入主疫苗体检加开立抗病毒药物，以落实分级周期，减少急诊突车发生。 这一方面是除了让民众能够更便利来就医跟打疫苗之外，也会有助于这个分流就医来减少可能未来在高峰期会希望能够预防这个所谓的急诊拥塞的发生。 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上高峰会落伫6月底到7月初，过延续到8月初，整体调病的人数会达到171万人。目前也加速新冠家用快筛3零，一礼拜当出货4.5万支。另外，基层诊所新冠等主疫苗处理费只有100块，无够成本。卫福部会向行政院争取财源投入。另外，也搁一摆提醒症状较轻的民众到诊所就医，将病院急诊留予中重症的患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咱换来看波兰的总统大选，初一的时阵进行第2轮的投票。本地民调显示，执政党的候选人会赢对手一寡。不过，波兰选委会公布结果了后，规个煞是大变盘。在野的保守党即届选调总统，波兰的未来可能会走向民族主义。也若现任的总理民主改革的政策可能会拄着挑战。 挑战总统大位的右派法律正义党在野阵营候选人纳夫罗茨基向支持者一手第一。虽然第一波出口民调收获多数和对手，也就是代表执政党的亲欧派候选人佐萨斯科斯基，不过纳夫罗茨基也是真有信心地发声。 Nie traćmy nadziei na tą noc, moi kochani. My naprawdę wygramy w nocy te wybory. Ta różnica jest tak mała, tak minimalna. 波兰总统大选初一进行第2轮投票，代表执政中间派公民联盟的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伫进前知影伊普所的出口民调结果，险赢对手纳夫罗茨基，伊就家己宣布当选总统。当时支持者真欢喜，讲选举结果互波兰走调民主价值，不过计票结果煞大变化，原因是双方得票率一直真活。Our predictions are too close to call. But I feel that we will win. I'm perfectly sure that we will win. Look at the polls during the whole elections. It was a difference that Trzaskowski was declining and Nawrocki was climbing up. 42岁的纳夫罗茨基是历史学者，伊嘛是非专职木姓股选手。选举前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伊承诺施政方针会以波兰本国人优先，嘛同意支持乌克兰，不过反对波兰加入北约，避免挑战罗西亚。同时支持波兰甲欧盟保持一定的距离。外界预测，伊会照现任总统杜达反制总理施政的路线，包括阻止积极运作民主改革的总理图斯克所发起的亲欧政策。这届选举结果会互人当作对图斯克施政公道，也为在野的法律正义党对摕到2027年的国会大选增加真大的信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伫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爱德纳火山，初一时阵发生大喷发。火山的蒸汽甲火山灰是濺到几啊公里悬。透过画面，咱看到火山爆发的时阵，有几啊十个游客都伫咧半山腰的，因是行一个3步做2步走，看着是真危险。当然，伫咧40公里远，拢会当听到这火山喷发的声音。这个火山是全世界上界活跳的火山之一，喷发的情形今年是明显增加。这一届火山灰是濺到6.4公里遮尔啊悬，不过好佳在，因为这届风吹方向无去影响到附近机场的营运。
因伫个西非国家的奈及利亚，顶礼拜落大水雨，地区水坝崩坏，规个是做大水，情形是不了严重。目前累计是已经有超过200个人死亡。因沙烏地阿拉伯即禮拜安算會有100多萬的穆斯林要去麥加來朝聖，當地氣溫即嘛是已經超過40度，即嘛當局嘛攏真關注預防熱傷害的問題，嘛當咧拍拼準備。奈及利亞尼日州莫夸鎮的居民頂禮拜四透早本來是干那要出門買菜，卻發現連市場在內規個城鎮攏經予大水淹去。真濟人敢若徛佇大水淹袂到的所在伫等，有人是講家己真濟親人不幸去大水沖去。So kuma gidajenmu gaba ɗaya ruwa ya wanke shi gaskiya yawa gidajen ruwa ya wanke gaba ɗaya nan da nake ma ɗakin da nake kwana ne so ba mu da komai yanzu komai ya wuce gaba ɗaya da matana duka da yan uwana duka da yara da ƙannina da mamana duka duk ba mu gan su ba so ruwa ya wuce da su。即届大水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几多千人无家可归。当地建筑甲桥差不多全毁，相关当局出动重机具，搜救行动持续到6月初1。当局评估，目前发现生还者机会已经真少，嘛已经宣布停止搜救。奈及利亚即马是雨季，部分地区预防大水的设施无够完善，这段期间较会受冲击。当地人是讲，城镇边的一个土堆本来当挡前几礼拜累积的雨量，不过顶礼拜搁再落大水雨的时阵，暗讲塌去，才会冲破风线，造成严重的损失。We lost everything, the families. We don't even have anywhere again to go to. 外看沙烏地阿拉伯根據伊斯蘭曆，賣者朝聖活動拜三特別展開，官方預測會有至少100萬全球來穆斯林會到現場。不過賣者是佇沙漠當中，熱天早多開始，溫度已經超過攝氏40度，去年高溫捌超過攝氏51度，造成1300人死佇甲熱有關的傷害。有去年慘痛的教訓，當局表示今年袂閣予這種的代志發生。We increased the shaded areas and walkways by more than 50,000 square meters, and also we established more than 400 water cooling units. 另外，当局嘛伫路的增设几多千台水雾机，佮增加现场的救护人员，互民众会当安心完成这段重要的朝圣之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顶一日因为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咧国际演说当中提乌克兰甲台湾来相比，伊强调讲台湾是中国内政。法国外交部今仔日讲，总统强调法国的立场，反对任何各方面以武力甲威胁的手段来改变台海的现状，而且维持和平甲稳定，对全球来讲是第一要紧的代志。来看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场声援以色列人质的活动，初一的时阵去互一个查甫人牵去游弹，而且这个查甫人还佫大声喊讲解放巴勒斯坦。也那这个事件目前知影已经造成至少8人受伤。来看越南卫生部提议，要加重对胎儿性别体检行政处罚的程度，而且这罚款要为原底3000万的越南盾提悬到1亿，差不多是115000块的台票。希望会当阻挡查甫婴仔出事的比例比查某较侪现象愈来愈严重的情形。镜头转来咱国内。刑事局金管会合作，昨天宣布讲，有抓到全台湾上大虚拟货币业者，因涉嫌甲诈骗集团交结洗钱。今年4、5月的时阵，去敲全台湾的门市，有查到虚拟货币甲现金8000多万，目前有要1000人报案。金管会嘛讲，虚拟资产目前是要无法律禁止现金交易，会要求工会来定出规范。警察直接来到虚拟币生意人位伫高雄林雅的门市来搜查，这讲是全台湾上大有45间门市据点的虚拟货币商，涉嫌甲诈骗集团交结洗钱。刑事局分别伫4月甲5月联合16个县市警局发动全台大搜查，拘留有天道明背景的公司负责人、姓氏的查甫人甲侪名干部。每颗溢价都大约是8%，这也就是说呢。如果正常的投资人他并不会去这样的公司去购买，因为它是有溢价的情形，所以他去购买的人大部分只有2种，一种是被害人，然后一种就是洗钱的嫌犯。
警方讲，这件飞机黑白箱进前是合法业者，准正伫金管会申请执照，用合法暗号非法方式，和诈骗集团先引诱被害人投资，结果要求到嫌疑黑白箱问市用现金，用客观的介绍对外一个嫌疑黑白创钱。警方总共查到超过2134万的泰达币、比特币甲普通币，现金6049万外，也有2台高级的进口车。金管会讲，避免飞机背箱问市这比类的交易所，将这不法分子洗钱诈欺的工具，会要求中华民国飞机通会商业同业工会6月7日进行研议修订自律规范，客户交易时应该采用会使追溯金流的方式。请工会转至所属会员，不得接受客户以现金进行虚拟资产交易，而应采以可留存金流轨迹的方式为之。那这个要纳入自律规范。刑事局强调，具体到案4的主嫌这12人，以涉嫌洗钱防制法、刑法诈欺、假造文书、组织犯罪防制条例这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其中4的查甫人这3个人经过士林地院裁定关押禁见核准，其他人以10万到50万块交保。据了解，已经有近千人受害报案，也有3000多名的背箱客户可能是被害人，呼吁赶紧甲警方来联络。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食毒，这有影是害人嘛害己的代志。根据警方的统计，这食毒赛车防以上的案件，去年就要到2000件。也若今年1月份至3月份这3个月，都已经掠到1000多件，不过有7成拢无去互处分。刑事局就表示，因为受到严重的量刑，也有2个月寄发期限的这个限制，现在拢是严重的结果出来的时阵，拢已经超过寄发的期限，所以因即嘛向交通部建议，希望会当赶紧来修法。内底有客仔味嘛，手伫咧带你。雄雄做到拿检，驾驶情绪躁动，经过警方检查，超出轻毒品，佮怀疑伊是食毒赛车在检验当中。食毒赛车冲击治安，去年佫发生新北市员警被弄死亡。警方统计，砍下食毒赛车被移送为去年267件，去年暴增到1991件，佫创新高。今年前3个月已经有1789件，就算拢面临行政，毋过超过7成无行政处罚。他行政法就有绑定说2个月的举发期间。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透过希望交通部来做修法，不要让说这个我们法定的障碍期间反而变成说他无法举发。修宪要检的量年甲时间，警方承认大部分的检验结果拢伫2个月了后出来，早已经超过寄发的时限，获毒犯免调照。面对目前的困境，刑事局建议修法，按过緝毒的另外一个关卡，也有赌上依托米脂这类新兴的毒品。那这个新兴毒品，它几乎都是透过所谓的电子烟，我们没有办法说单纯看到电子烟，我们就做查扣，然后是做检验的动作。为查缉到寄发，警方执法各层面拢有难题爱解决，学者提出建言。红豆毒品用脆软快胎执法。酒驾你这个变容易看，大概9味就出来了啊。毒驾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太出来啊。国外有一些就脱衣的快筛了，那这个政府也是要去努力的啦。这摆快胎检测，敢若对嫌犯的物件做相关的检验，所以学者建议有外国制品脆软快胎，佮检出毒品问题根源，以原伫事前防治甲事后戒掉这毒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关交通的消息，咱要来关心，伫咧台北市的中山北路，昨昏有一台客运去弄到分隔岛甲树仔，这规个车头前的玻璃是弄甲脆炎炎，而且造成7个乘客受伤。因若这个公车的司机是表示，出当时伊是拄好伫咧想代志，确实有小可细生气。不过伊嘛讲，伊并无疲劳驾驶。目前警方是已经排除伊食酒赛车的情形，因若这事故的原因是要搁来调查。慢车道一台公车愈开乃愈起向一边，所来更加失去控制，直接开上分隔岛，弄到树仔了后，规台车才停落来。我坐在车上，突然砰砰砰砰砰砰，一片放声了。公车带来一个车头弄歹甲真严重，挡风玻璃拢破去，拖吊车来到现场拖走。代志发生伫7日中昼12点外，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这事故现场就伫咧消防局检探分队外口，弄啊这大声，消防队员伫接报进前就赶来救援咯。刚好我们的救灾车辆刚好去龙舟赛回来，那立即就挡在我们的车道上面，然后人员就立即投入救灾。车顶有10外人赶紧互疏散，有7个乘客受伤，更加有2个人面有流血。
经过警方调查，摆渡公车司机有啉酒塞车。在想事情嘛，然后晃神一下，然后我看到的是已经都剩2公尺而已，要拉过来啊。应该也没有什么疲劳，干嘛？没有。造成事故，这59岁司机在120年无受伤的伊讲，当时上代志一时无注意，所属客运业者也系失的，要搁进行辅导，派人去病院慰问伤者了后，也讲会负担医疗费用。本案的廖姓驾驶长体检资料尚无异常状况，前一周工作皆正常，会确实来检讨肇事原因，做好矫正预防措施。肇事的原因是归责在公车业者的行车事故，而且有人受伤的部分，我们依照规定还是会去做开罚，但是会等到我们确切的查证结果之后才会进行。这个行车事故加在乘客就医了后，真无要紧。经公运处也介入，要调查详细事故的原因了后，才决定是不是开发。记者综合报道。伫捷运站附近公园或者是路面，若是有U-Bike的脚踏车会当骑，若是不了利便，嘛会当运动。不过，伫高雄市有2个高中生，因煞是甲U-Bike的脚踏车为公园的楼梯顶全安甲车落去。即马U-Bike的公司是已经报案，要来追究这破坏脚踏车的责任。咱学校是表示，目前要当伫咧调查。若是这2个学生是因学校的学生，就会通知家长，嘛会照规定来处分，而且会加强教育甲辅导。 2个查甫囡仔将U-Bike直接对小港大白顶公园的楼梯顶悬甲摔落去，2台车都安尼摔甲乒乒乓乓。囡仔感觉好耍，佫录影片放去网络，有网友看到这段影片，甲转辑落来，讲疑似是小港区某一间国中的囡仔。对此校方表示，正在这个查证当中，那确定是因的囡仔，会照相关规定处罚。我们就会第一个时间去了解他的真实的 状况，然后联系家长、学生个别的辅导嘛，然后就是跟他们讲那一些法治教育的问题，在校外的一些异常行为会以妨碍校誉的方式去做惩处。 这2台互囡仔当作佚佗物的 U-Bike， 其中1台是电扶车，亲像安尼正式倒刹，就有可能会致使电池爆炸。画面内底2个囡仔完全唔知通惊，将危险当作趣味。U-Bike 公司讲将会追究相关责任。影片中的行为呢，除了已经违反我们的会员条款，那它也已经就是公然的处罚。那后续呢，我们会去检视这个车辆的一个毁损状况，然后来跟民众求偿。为本分局将依据影片之内容，主动联系 U-Bike 公司。 询问是否提出回属告诉，依法侦办。U-Bike 公司讲，因为一套管理做法会当找出破坏者，而且大家爱惜物件，唔通超过于破坏，避免违法影响到别人的权益，也造成危险。记者看自邱朝阳、郭永昌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最近有一个为中国东北来的移民，伊伫咧家己咧卖钱路，而且伊这头前的牌仔写讲，请人客莫讲台语，是引起众人的讨论。 这个事件支持的甲反对的人是拢不了解，有的人是讲要讲什么款的语言，这是伊的自由。不过嘛有人讲，既然你来台湾卖物件，应该就爱入境随俗。都有学者讲，咱台湾虽然是尊重多元的国家，不过咱嘛爱会记保护咱家己本土的文化，也个有语言。 最近伫咧家己有一间卖钱路的店家，因为伫讲示牌写讲头家是东北人，请莫讲台语读写，伫咧网络顶引起争议，这民众嘛无共看法。大家会预设大家会讲国语嘛，或是 Mandarin 对吗？对啊，但就这样就是你不能去预设说大家都会讲闽南语。伫咧别人的所在做生意，啊，你要求别人莫去讲伊的话，啊，要来要求因来，就是讲你的规矩行，人会袂爽是因为这个店安尼。目前这个店家是暂时关店休困，不过头家伫咧网络顶有刊文章回应讲家己无歹意，说因为语句表达不够妥当引起误会，伊讲家己当伫拍拼学台语。店家厝边出面表示，因为这附近侪消费者拢较惯习用台语，所以嘛是鼓励头家学听学讲。咱伫台湾做生意，你就是台语、国语拢爱通，安尼大家较有法度做生意。 那我也是鼓励他学习，他也愿意学。针对莫讲台语这件代志，有不正做情绪性的讨论。台语政策推动人民认为，台湾有8成的台语使用人口，像安尼分裂台湾社会，造成对台语的反感，恐惊互中国通2旁统战台湾。有学者表示，语言和文化拢是建立主体认同真重要的一部分，认为咱身为台湾的主人，应当爱愈尊重。 我感觉台湾社会是一个真尊重多元的社会，但是伊嘛是一个少少年的民主国家，所以
民主的意义、多元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好，就是讲你是尊重多元到家己拢无去，还是讲尊重多元，但是你家己本身的主体性，你是有去保护的。台湾话讲入乡随俗，学者认为袂晓讲台湾的本土语言毋是罪过，直接外国人拢是到台湾才开始学的。学者提醒讲，台湾虽然是尊重多元的国家，毋过咱嘛爱会记得保护家己的本土文化和语言。记者卢尚如、郑俊尧、林慧婷台北家己报道。最近伫婚林有民众反映讲，因无法度去登记考机车的驾照。婚林监理站讲，一个月内名额确实拢已经报满啦，可能是因为即马是毕业的时期甲休热的关系。另外，敢有可能是因为明年考驾照会变更较严格影响，这也要观察。车前轮压在线上。虽然是平常时下道考照人数未少，技术比七个考生详细听解释，准备要录考。最近婚姻代表陆续接到民众申请，监理站真歹预约机车考照，都有人伫6月初2透早观点登伫网站，已经抢不到7月初2张厝。卡点像是可能12点，也是有一天是有遇到刚好没有抢到的情况。我们本来是要报5月的，但5月没有抢到，所以才6月。对此，婚姻监理站表示，今年一到5月拢总有2000多人来监理站报名机车考照，保证一日开放34回。最近因为拄到毕业季外休热，保证一个月内全拢约满。多会区的台北市目前报名机车考照的状况，赶快前拥有。我们会在试行办寒暑假的尖峰期间，我们会试行办滚动式检讨，增加一些名额。监理站观察，最近因为考照的多数是介龄18岁的老人，敢是因为明年起考照制度加严，造成更加侪人来报考，也需要观察。基公路局规划3个月内会提出去机车考照笔试，更加有鉴别度的新规划，明年起新制度会实施。先进国家他们是透过不断的回训、违规的纪检、讲习，这些的措施来让民众就是长期间把这个交通法规变成是一个生活习惯。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呼吁，考照提升鉴别度之外，有关需要透过恢复安全讲习等配套制度，互用路人确实将交通法规甲安全意识落实到日常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台南市区有民间的停车场，1点钟的收费都要超过100块。有民意代表认为讲，这实在是真无合理，要求应该爱比较公有的停车场来收费，设定缓冲时间来减少民众违规停车的情形。因为交通部是讲，目前的法规是无要求爱设缓冲时间，不过会过来研究看卖。连假期间，观光景点有真侪人来台南行打，四界拢是车，地区停车需求有影大，停车位就真恶找。市议员林义定指出，市区有侪民营停车场，每点钟收费超过100块，甚至连缓冲时间都无，造成有寡驾驶违停点路边，嘛唔愿停入去，形成交通乱象。在地人参游客拢反映安尼停车场无较优先。在中西区那边1个小时居然高达100多块钱，那我觉得太高了啦。那进去有没有？也没有说缓冲时间，说没有位置让我出来，有没有？就是不用钱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希望说可以跟这些停车场业者去进行沟通，希望可以给予5至10分钟的缓冲时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去出发的这个想法。目前像公有的海岸地下停车场，设有5分钟到半点钟的缓冲时间，通方便民众暂时停靠。不过，那民营停车场敢若显示也有车位，驾驶欢迎你去看，村新众附有电动车通停，那违停计罚款1200块，无爱停要出来共款改纳停车费。民代认为不合理，建议市府要有统一营运时间的制度。民营停车场的部分因为法规的部分并无强制来规定讲一定要设定这个缓冲的时间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可能会造成一寡消费顶悬的一寡争议的问题交通局会来交法制处来共同来研究看有啥物方式当来做适当的管理。根据统计，全市目前合法登记私有的停车场有313个，其中有39个费率每点钟80块以上，内底甚至有超过18个是100至120块。费用的部分，交通局回应已经有要求爱用较大字来标示停车费用，甲时间是袂当用半点钟做标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因为伫花莲的吉安乡，昨日有真侪牛走去车路顶咧乱扫，警方是随去管制，嘛联络牛的主人，因为这阵牛已经毋是头一届去到车路去啊。警方除了甲伊开罚单，嘛要求这个主人都要好好管理。
大大细细牛伫车路西为避免弄着车，警方前后拢派人交通管制，主人是摕铁钩咧赶。为什么会有？不知道啊，为什么会有牛？我也不晓得。警察说不要太靠近。根据警方调查，这头牛顶个月16也行到车路，主人表示这牛会家己加长门的锁啊。警方迄时阵就要求主人爱加强管理，啊，不过这摆牛佫走出来会依法开罚。此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4条，本所将自当告发。同时在此呼吁，请让动物或宠物在路上奔走，若是故意行为，将会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1条。警方强调，已经要求主人改善铁门设施先进管理的责任。不过，附近厝边是私下表示，主人也是用烟丝绑门，将烦恼牛只佫走出来设计，最后造成大祸。希望相关管理单位严去规范主人责任。公视新闻花莲报道。来看中华的好美，这是中华县人口第3个乡镇。不过，伫遮无火车嘛无高铁，敢若有3条公车的路线，交通是真无方便。即马公所安算为6月份开始提供幸福巴士，有固定的车帮，嘛会当提早注文来服务。这嘛是中华县第4个有幸福巴士的乡镇。庄内时段伫标定头前等公车，有人是要去看病，有的要去活动中心。好美镇是中华人口第3个乡镇，但是镇内公共运输无利便，时段若要出门，就真伤脑筋。咱遮较庄卡吼，咱坐拢坐中华客运的，足袂方便的，因为拢上久、上紧拢头1点钟久一班。正常是拢叫计程车啦。计程车若伫等的时间会甲咱加钱啊！即马若咱镇公所若有这吼，以后对咱里面较方便的。好比镇内无铁路，嘛敢若有3条公车路线，民众要坐车真无利便。镇公所表示，即阵人口老化对公共运输的需求大，好比镇为6月份开始启动幸福巴士，方便民众去镇内买物件、看病等等的需求。长久以来，咱河美的交通呢，就是哪敢剩一个孤儿安尼共款吼，较偏远的遮个里内呢，咱遮个士大人若准备入去街仔内，要卫生所买菜，拢非常的无方便吼。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才会申请幸福巴士。有申请的是竹塘乡、永靖乡、西周乡，还有和美镇4个乡镇，有包含固定班次以及预约服务，总共有10条路线。中华公车因为营运甲车无司机等等的原因，一直咧调整减少车帮路线，带较市外的时段甲学生，若要出门就真无方便。中华监理站表示，中华县26个乡镇市，目前有4个乡镇有幸福巴士，埔心乡甲大川乡嘛当咧筹备。公路局也积极推动辅导乡镇申请，目标是希望各乡镇拢有幸福巴士通坐。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着要互学生囡仔对火车头的建筑也有历史有更较深的了解，即马台湾博物馆举办来去车站探索建筑的一个展览，现场嘛有台语的儿童音乐剧，希望会当透过欣赏演出，或者囡仔会当表达出因对车头心目中的意义。那讲到车头，代替便当是济台湾人的记忆，不管年会是倒一样的，拢真介意。我最喜欢吃台铁便当，因为它里面那个猪排很好吃。我爱吃到就是爸爸妈妈会觉得我吃太多了。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除了便当，真侪歌曲拢会唱到车头。有当时啊，车头是离别的所在；有当时啊，车头是重逢的所在。才也有侪庄脚囡仔去都市拍拼的记忆，也有父母对囡仔的期待和毋望。你是有啥物代志？你哭嘞？我是因为儿子要去当兵，舍不得他吃苦。这是台湾博物馆专工替囡仔打造的展览，透过各种的游戏，互囡仔了解车头的建筑和历史。当中还有一个关卡，互囡仔家己去设计火车头。算游戏的过程真趣味，有的囡仔感觉变数坐紧较重要，有的囡仔感觉收票站较重要，开当趁钱。这互文化部长李婉感觉这个囡仔足趣味、足古锥的。
小时候去车站会觉得很快乐，是因为他要去玩；到了中年的时候去车站，就会有一种生离死别。像刚刚有个演的戏里面，那个妈妈在哭，因为她的孩子要去当兵了。到了有一天，你们像我这样年纪的时候，你会在车站里面充满了回忆。文化部长表示，即月底台湾上新的博物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就要正式开幕啊！展区有展出消息40档的拿皮柴油客车，也有各种的铁基路古物。文化部鼓励囡仔会当加利用文化币，加去艺文场所行行咧，接受文化培养技术的素养。记者陈选林巧凯台北报道。镜头咱话来看日本。日本每一年拢会举办东京骄傲节冬至的游行，今年已经办第14年啊。咱台湾的冬至团体今年用玉山来做主题，设计服装要来展现咱台湾的多元性别，而且嘛有设计游行的火车，咱做伙来看卖。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台电8年无共设计元素的服装，有台湾山水的图样，也有以彩青色水等等做主视觉的服装。这是台湾服装设计师王丽玲为同性伴侣、时代人、身体障碍，也有 queer 等等设计的清册。今年台湾是第5年要去日本参加东京骄傲节和冬至游行，希望透过服装，让世界看到台湾冬至的多元日常。那种油水的颜色，那它刚好有这种彩虹、五彩炫光的彩虹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这一次的东京游行的主题，然后也是他们也可以穿的。另外，今年游行的台湾火车要以玉山做主要视觉，搭配半导体晶片的塑条来代表台湾的民主韧性。日本的东京骄傲是亚洲上大规模的 LGBTQ+ 的活动之一，办到今年已经第14档。原来台湾自2019年开始，同性伴侣会当结婚，是亚洲第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咱的 NGO 团体除了参加游行，嘛要去分享台湾9年来推动性别平权、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有爱滋病防治的经验。即马同婚6周年，毋过嘛是阁有一寡无平等的所在，社会上嘛是阁有人对于同志也是跨性别无啥了解，所以讲这个教育的工作还是不能够停。我感觉真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咱今仔日有部分的成果，依靠的都是不断的深化。人跟人之间互相尊重，利用这个人的互相尊重，让我们的艾滋防治的这个部分能够更加的顺畅，更加成功。如果大家抱着歧视的心态，歧视同志啦，歧视有多元性别的人啦，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会被掩盖起来。今年东京骄傲节要办伫咧6月初7和初82天，活动有包括艺术展、人权会议和游行等等。代表台湾对要去的 NGO 团体，毋忘除了关注世界各国的同志人权，嘛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希望用理解来打破偏见，继续深化性别平权。记者卢尚珠、郑准尧台北报道。那讲到这客运车，大家是真正咧坐，毋过你敢有听过空中的客运车咧？即卖英国甲咱台湾的公司合作，研发出一款电动的小型飞轮机。这飞轮机1点钟会当飞超过190公里遮尔远，而且这飞轮机除了一个驾驶以外，也阁会当载4个人。业者嘛希望未来会当发展做空中的客运车。伫这座小型机场的跑道头就定位了后，为 X4 靠电动摩打驱动，拢总有8座普罗佩拉伫跑道上进行第一场起飞。这座伫英格兰西南部的科斯沃的起飞，是头一摆伫开放空域进行。We've actually done vertical takeoff, cruising at around 30 knots, 30 feet, and vertical landing. We've then done a conventional takeoff and landing, flying at 120 miles an hour. The next step is joining them together, where we take off, accelerate beyond the 30 knots up to 70 when the wing takes over, and then slow down and land. V-X4 的设计构想并不是完全的新观念，目前已经使用的美军 MV-22去英式运输机，就是以直升机的方式起降，成功了后，机翼向头前转90度，以传统方式飞行。降落的时阵，机翼向后壁翻转90度，以直升机的方式降落。也毋过 MV-22为起飞到实际操作，拢是因为所谓的宽型莴船的问题，一直发生动落地甚至摔落的事故。V-X4 的8座普罗
皮拉中，前4组伫飞行的时会当转向头前，带动飞行机加速；后4组时保持向顶面，以直升机的方式继续提供飞行。需要有的浮力，业者指出，规个测绘过程拢伫英国民航局的严毒监督来进行，收集超过3万组的资料，提供后续分析。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已经设定目标，要让这类强调零碳排的无污染的空中家庭车，伫2028年正式上路升空，解决各大城市甲机场之间的交通脱掉问题。公司新闻戚家真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这几天开落雨，提醒民众出门都要记得早雨伞或者是雨伞。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